行動中的信心。預苦期靈修，雅各書2章14至26節。預苦期係等信徒喺十字架前再次省察信仰真實性嘅屬靈時節。當我哋緬懷主耶穌為世人受苦受死嘅時候，唔單單係默想佢嘅愛，更加要反思我嘅信心有冇喺生活裏面活出嚟。雅各書2章提出一個鋒利嘅問題：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，卻沒有行為，有什麼益處呢？呢個係一個刺入人心嘅反問。雅各並非否定信心嘅重要，而係指出真信心必然帶來真行動。如果信心僅僅係停留喺言語或者觀念層面，就如同身體沒有靈魂，係死嘅。喺今日嘅教會生活裏面，我哋好容易陷入言語嘅信仰，每個主日都唱詩、禱告、背經文，卻喺日常生活裏面缺乏愛嘅實踐。當弟兄姊妹有需要嘅時候，我哋可能只係會話我會為你禱告，但係冇伸手去幫助。咁樣嘅信心，正正係雅各要提醒嘅。這樣的信心能救他嗎？信仰若只停留於口頭，而冇行動嘅果實，佢就只係漂亮嘅外殼，冇生命嘅實質。接住，雅各以亞伯拉罕同拉合為例。亞伯拉罕願意喺信裏面順服，將以撒獻上；拉合就喺危難中敢於行義，接待探子。兩個人嘅身份背景、性格迥異，但係佢哋嘅信心都有一個共同嘅特質：勇於去行動。信心唔在於情緒嘅熱烈，而在於行動中嘅忠心。神悅納嘅信心，往往要經過行動嘅印證。行動唔係信心嘅替代品，而係信心自然嘅結果。信心同行為，正如呼吸同脈搏，缺一不可。信心係生命嘅根，行為係枝葉同果子。如果根真係活住，枝子就唔會唔結果子。主耶穌喺十字架上所展現嘅愛，唔係一句遙遠嘅宣言，而係具體嘅行動。佢親身走上受難嘅道路，為人釘十字架。佢嘅愛係充滿代價嘅愛，係跨越痛苦嘅愛。真正嘅信心都應該係咁，唔怕代價，唔怕困難，願意用行動回應神嘅呼召。我哋若果講我信上帝，呢個信心如果唔轉化為愛、捨己、饒恕同慈悲嘅行動，就只係理論上嘅信仰。鬼魔都相信神嘅存在，但佢哋冇信服，冇敬愛。信心若果唔可以感動我哋嘅手同埋腳，就唔會改變呢個世界。接下來係默想，請靜落嚟，等內心嘅聲音喺神面前誠實地浮現。喺安靜中思想以下嘅問題：我係咪常以
我已經有信心為藉口，逃避該有嘅行動呢？喺最近嘅生活中，我係咪睇見有人需要幫助，卻沒有伸出手？當神呼召我去愛、去寬恕、去放下，我嘅信心係咪勇敢地回應呢？如果今日主問我，你嘅信心喺邊度看得見？我會點樣去回答？讓我哋喺禱告中承認自己嘅軟弱，並立志喺新嘅一日用愛去活出信。信心當被睇見喺我哋嘅眼神、話語同埋選擇裏面。當你今夜閉上眼嘅時候，試問自己，我嘅信心聽日會點樣行動呢？讓我哋一同去禱告。主耶穌基督，感謝你喺十字架上以行動成全咗救恩。你嘅信實唔喺言語，而喺犧牲。求你赦免我嗰個停留喺口舌上嘅信仰，教導我用實際行動回應你嘅愛，等我嘅信心喺愛心服事裏面得以見證，喺憐憫同公義中結果累累。當我注視你嘅十字架，求你更新我嘅心，使我成為一個活嘅信徒，等人喺我嘅身上面睇見你嘅光。奉主耶穌的名禱告，阿門。